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2章。所以，你这个批判人的，无论你是甚物人，拢袂当摕责任。你批判别人，是在批判家己，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，家己嘛逐项拢去做。咱知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。你即个人，你批判别人做遮个代志，家己嘛去做共款的代志，你想讲你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是无？还是讲你看轻上帝极大的仁慈、宽容甲吞忍？你敢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？你硬心毋悔改，是在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受气。这个受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显明。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。遐个坚持做好事、追求荣光、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，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。遐个自私无遵趁真理，去趁不义的人，上帝的受气甲刑罚会临到因。所有做歹人会受到患难困苦，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。不过，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、尊贵甲平安，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。因为上帝无偏袒人，外邦人无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嘛会受律法外的审判来灭亡。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会照律法受审判。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，伫上帝的面前是义人，只有实行律法的人，才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无律法的外邦人，若照本性遵守律法的规定，因虽然无律法，家己就是律法。安尼表示律法的要求有刻伫因心内，因的良心嘛正实，因的心思有时家己责备，有时家己辩护。安尼，伫迄日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会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允捌的事。安尼你咧，你自称犹太人，倚靠律法，搁用上帝做夸口。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有受过律法的教导，会晓分别是非。你自信家己是在甲失明的人带路，是黑暗中的人的光。戆人的导师，幼稚的人的老师。你想讲，既然有律法，对知识甲真理就把握。你教示别人，是安怎无教示家己？你教人毋通偷窃，家己有偷窃无？你讲毋通犯奸淫，家己有犯着无？你厌恶偶像，家己有抢庙事无？你夸口有律法，家己有犯法来侮辱上帝无？圣经有记载，因为恁的缘故，上帝的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受亵渎。你若遵守律法，割礼就价值；你若犯法，有割礼变做无割礼。无受割礼的人，若遵守律法的规定，上帝减无甲伊算做有割礼。肉体无受割礼，毋过有遵守律法的人，会甲你定罪，因为你有律法的条文，阁受割礼，毋过颠倒违背律法。其实，外表做犹太人的，毋是真正的犹太人。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，嘛毋是真正的割礼。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，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，是圣神的作为，毋是靠律法的条文。
即款人受称赞，毋是对人，是对上帝来。